大家好，我是孟欣老师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合拍舞蹈。运动对大家都非常的重要，故所我要学习团舞蹈来陪大家好好的运动。今日我要学习新的动作，上一排的动作共用1、2、3、4，我跳起来哦，跳起来顺下踏数1、2、3、4。还记得上摆动脚的动作，5加6加7、8，再度哦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下一隻動作是滑步，滑步衝上一片，1、2、3、4的時候後退，1、2、3、4，再擺哦。向下做1、2、3、4，那一片上1、2、3、4，再擺哦，向下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後退的時候咧，人家就會叫我抬起來，3、4，再到3、4。本片上是共用的動作，3、4，再擺3、4，所以人家就要滑步加在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上人家數，準備哦，1、2、3、4的時候數打開，1、2、3、4的時候數交叉，3、4，本一片上5、6、7、8，大家做到非常的好哦。再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擺哦，較腳到位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擺哦，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我哋就接第一隻動作向下做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咯，叫我抬起來哦，再來一度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就做到動好。再來一道，準備哦，我踏數哦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喺做這個滑步的時候咧，人哋腳唔是用大步，細細步就好，因為音樂非常的夾。1、2，再來一道哦，看清楚哦，細步到位。1、2、3、4的時候腳抬高，3、4，本片上咪係細細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道哦，準備哦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在做一隻滑步的時候咧，是不是做得一絲絲的往旁邊？1、2、3、4的時候後退，3、4，腕片上共用一絲絲的往旁邊，1、2、3、4。哎，大家有好唔好？再來一道哦，記得咯，是不是一絲絲的往旁邊，一絲絲的往旁邊？再來一道，預備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一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加上數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來，我哋就從第一隻動作做到一隻動作，準備哦。
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道哦，准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道，要注意一个地方，含係加速的地方，5+6+，再看一道5+6+，會較夾到的，所以係5+6+7，8。接下來馬上接滑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我哋會較夾到的，準備咯，預備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+6+7，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道哦，較夾到的哦，預備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+6+7，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注意一個地方，我腳的後退的時候，會往旁邊，有一點點往斜後的感覺。再一次哦，準備看清楚了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按你這樣來擦哦。再一道哦，準備從倒數開始，預備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+6+7，8，1、2、3-4-5-6-7-8，非常好。再較夾到誒，準備開始！1、2、3-4-5+6+7，8，1、2、3-4-5-6-7-8。大家有記起來冇？我哋行我重複嘅練習，準備開始！1、2、3-4-5+6+7，8，1-2-3-4-5-6-7-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我哋要注意一個動作，我哋往旁邊滑步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後退，準備哦！1、2、3-4，有一些是轉身。1、2、3-4，強用哦，人家就會跳，我強用看前跳。再來一道哦，滑步嘅隻動作，1、2看前跳，2、2看前跳，非常好。再來一道哦，數拍哦，準備開始！1、2、3-4-5+6+7，8，1、2看前跳，5、6。再一道，1、2、3-4-5+6+7，8，1-2-3-4-5-6-7-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我哋愛配音樂來練習一擺，準備咯。預備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，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輕後一邊，準備咯，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接下來我哋要調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